政治消息，明年的总统大选，郭文哲甲侯友宜敢会整合，对这选举结果会有真大影响。侯友宜的阵营就提出方案，要赶紧甲民众动桥。也若是郭文哲是提出承办3场政见辩论会，落尾用民调来拼输赢。湘西国庆大声唱国歌，前总统马英九早起出席国民党党部升旗典礼，甲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党主席朱立伦等人同台。尾啊，侯友宜嘛以新北市民的身份赶到新北参加湘西国庆的升旗典礼，佮甲马英九、朱立伦跳健康操。不过2024事在野安怎整合？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找到伫面册，大家郭文哲的相片，要做南北合的汤库。朱立伦要邀请韩国瑜做副主席并选战。前一段时间就有邀请韩国瑜市长来担任本党的副主席，希望一起来协助我们2024的大选。今天我也会跟韩市长见面，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些辅选的事务。韩国瑜出手促成南北合，侯电影提出2对2沟通，要赶紧甲民众党展开先前的准备磋商。郭文哲完了接招，金溥中前秘书长以及王建廷秘书长来做先前准备的磋商，我们也提出了3个层面、6个方向，所有的议题都是开放的。那我们就派黄珊珊跟那个周宜修那见面就先讨论，先来办3场政策辩论嘛，再来就比民调，这样就好了。我猜他一定七拖八拖的。除了比民调，要阁办3场针对国情、国家方向的公开辩论，希望转庭公开透明。独立连署参选的郭台铭早起甲副手罗培霞参加台北市政府的升旗典礼，下晡是到各连署站去冲人气。让子弹再多飞一会儿，也没什么坏处。小规模的毕制作业，不如我现在起而行。走遍全台湾，唔惊互人踢一边。郭台铭嘛向支持者发讲，爱先达到100万份连署数的目标，有真侪民意，都更较有条件来去讲在野整合。但是副总统赖清德早起甲蔡总统伫府内接受各国的庆贺团代表以及自带赛节的强赴。记者综合报道。